好啦，咱继续来看这个案件啊。讲这个张文治之所以会当顺利来逃走，是因为有派出所的副所长帮伊签到。目前，这个福德派出所2位的副所长是以30万来交保。根据了解，张文治2018年因为限制自己，甲当时的副所长愈来愈熟。这个副所长调地了后，阁拜托到接任的2位副所长多多甲照顾。啊，讲张文治甚至为这3个副所长租一间私人的会所，真明显有不当的利益。啊，若讲到这个派出所的副所长，伫个地头人面前看，对地方的生态嘛真了解，所以有一个外号在地土皇帝。挂嘴暗穿乌衫，豆豆行出北检，媒体3指要翕相，不过这个穿白衫的查甫人是真激动。好，谢谢大家的工作。你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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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正手正出来，想要甲记者的设备背掉，伊是福德派出所个性副所长的细汉囝，老爸涉嫌替包期的企业家伪造签到，赃红玉单，信后用30万交保。地无啊挂喙安，嘛是包甲目睭睭，伊是同款伫咧福德所的牛市副所长，代签的代志惹出，甚至甲即马已经调去3场所的前副所长有关系。检方调查，曾在福德所任职的李姓副所长，不只跟钟文治关系甚密，而且呢，还在附近为他们租了一个私人会所，供3人打牌休息使用，更是3节重点的送礼名单，明显有不正礼义。根据了解，包期专家郑文治2018年红判经济派出所报道，熟悉当时的李姓副所长，2个人是屏东的共乡，就愈来愈熟。2024年2月，李副所长因为6年的条款来并调3场所，甲郑文治委托互接任的2个副所长，各让2个人共款伫咧在地真侪年，协助伊做纸本签到。今年3月，郑文治用良好的签到记录，成功弃保逃走。副所长的概念就是当地里面辖区派出所里面真正最熟悉辖区的任何状况，比所长还熟悉啊，人脉也比所长好N倍。副所长接普人讲是在地土皇帝，是警界早就半公开的秘密。即马当时甲现任的副所长是拢落票，会使讲是福德所专别的状况。后续的处罚同款互我来关注。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